歡迎大家收睇威廉十大賣 Top 10，請注意以下嘅排名純粹係我個人嘅意見，好可能同你嘅排名有所不同。呢一集同大家講下我的十大港產賀歲片（80至90年代）。過年係香港人最重要嘅節日，以前仲更加啦。舊時年初一到年初三，除咗拜年、打牌、睇電視之外，好多香港人都會買飛入戲院睇賀歲片嘅。呢個片種據講就係由80年代初開始全面興起。咁向80、90年代港產片嘅黃金年代，我心目中係有邊10套最佳嘅賀歲片呢？同大家一齊倒數去片。第10位花田喜事，卡士陣容鼎盛嘅93年賀歲片，有哥哥張國榮、歌神許冠傑、靚女關之琳，加埋君如、毛毛、達哥、詹叔，以中國4大名著之一嘅《水滸傳》改編而成。呢套花田喜事更加走到去新加坡唐城實地拍攝，熱鬧爆笑，當年狂收3500幾萬，票房排第2噶，勁。第9位龍少爺，成龍大哥當紮時期嘅賀歲片，特色除咗成龍嘅一般動作雜耍之外，仲有搶包山啊同踢毽啊呢啲充滿中國特色嘅場面。故事嘅內容又加插咗少少民國年代嘅近代史做背景，係一部好認真嘅大製作嚟噶。第8位八星報喜，狂收3700萬，當年賣座冠軍嘅八星報喜，由好少拍喜劇賭 Sir 杜琪峰執導，揾齊發仔、學友、楚紅、嘟嘟姐呢一班當年當紅嘅演員合演，好有噱頭噃。記得當然呢套賀歲片都有好多人 talk about噶，口碑票房喜上加喜啊！第7位龍兄虎弟，當年嘅影壇一哥加埋樂壇一哥，咁呢一套片點會唔票房爆燈呢？加上成龍響南斯拉夫拍呢套片嘅時候嚴重受傷，好多人都想入戲院睇下佢點樣跌傷，所以票房直線上升。譚校長響片中唱嘅暴風女神 Lorelei 同埋朋友都係當年嘅10大勁歌金曲嚟噶。第6位師弟出馬，成龍大哥自編自導自演嘅師弟出馬，據講係開啟咗80年代成龍港產片事業高峰期嘅第一套，當年票房1100多萬，係香港電影史上第一部過1000萬元嘅電影。戲裏面有功夫有舞獅，非常熱鬧，過年睇就最啱啦。第5位摩登保鏢，許仕兄弟81年嘅賀歲片《摩登保鏢》狂收1800幾萬，刷新咗香港開埠嘅票房紀錄，係當年嘅賣座冠軍。據講農曆年電影黃金檔期就係由《摩登保鏢》正式奠定，許仕兄弟亦都要到近10年之後再次合作拍電影，所以呢套《摩登保鏢》意義重大啊！第4位行運一條龍，星爺加埋鄭秀文冇龍頭嘅呢套賀歲片，爆笑位一個接一個。阿水追 Candy 係呢套片嘅重心，票房唔算好高，但係講愛情嘅賀歲片，既歡樂又甜蜜，邊有得輸啊？加上背景係一間茶餐廳，能夠帶出香港嘅本土文化，唔錯唔錯。第3位最佳拍檔，阿 Sam 離開許冠文之後，加盟新藝城，火拍光頭神探麥嘉，加埋張艾嘉、石天，所以呢套最佳拍檔勁收2700幾萬，擊敗咗當年嘅少林寺同埋龍少爺，係香港電影史上首部破2000萬元嘅電影。據講當年有成40%香港人入戲院睇呢套最佳拍檔，包括咗我啦。第2位富貴逼人，呢套溫馨小品帶出香港屋邨嘅草根階層嘅夢想啊，就係發達同埋移民，吸引唔少觀眾入戲院，響黑媽媽嘅環境中一齊發夢啊！彪叔、肥肥、志偉、陳奕詩、李麗珍加埋姜大衛，親切輕鬆。嗰年呢一套富貴逼人真係帶俾我哋唔少歡樂同盼望噶。在未公布第1位之前，要報道幾套幾乎入到我威廉10大嘅賀歲電影：合家歡、紅番區、喜劇之王。第1位家有喜事，卡士爆晒燈嘅經典喜劇《家有喜事》，演員陣容
包括咗星仔、哥哥、曼玉、君如、毛舜筠、琴姐、黃百鳴等等粒粒巨星啊！當年狂收近5000萬，破晒嗰年嘅票房紀錄啊！呢套片搞笑輕鬆，笑位一個接一個，成間戲院一味聽到嘅就係笑聲。就算近年電視重播或者響線上翻睇，都有好多人捧場噶。過年嚟計，人人都想好似食賀歲餐嘅蝦球咁，哈哈大笑啦！揀佢第一，相信冇乜人反對啩。多謝你嘅收聽收睇，請 Like and Share。